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国家由天然灾害为造成农作物过大的损失，农民除了尽量预防，气象也是有看天公爷的面色的哟。照农次所民国70年到99年的资料，当年有风灾造成的灾害损失金额，桃园都有51万多，陆役造成的灾害有9亿3000万。现时是有意思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来申请救助、补助，也算代理退款。不过，也对农民的损失其实无太大帮助哦，也等上认证监听方式会有争议。故说农民会今年准备期盼农作物天然灾害保险，分散农民的风险，提高保障。一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今家嘅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有哪道不足嘅所在。华南避风灾小测嘅强清风，首先发电人嘅暗向经要受部分采到旺旺，首先呢半咪跌到回体，ทั้ง损失面积是到600公顷。来到台湾太米仓发电用于富力地区，可能过去天球都海波多个东洋仓，认真连续2个礼拜6个动多以，也下期间如何管理部损失东洋仓。纷纷糟蹋各个果树乡，常看到扬州原地块多黑一片，扬州也同扬州路厂本府杭州的腔样，民有已经准备采树嘅吊菜嘅，表面上出现一块一块嘅走黄，完全是去经济嘅加出，农民看了都是份的心痛。廿多年天时唔正常，情况正热变化同价，但个雾霾同一下有一下无产业影响，屏东平山嘅反酸盐存在灾情。天气大块反酸，唔系舒服唔完全，就系有过百片。风采、少风、台水、寒流、天旱，台湾天然灾害安多，从头措施农业动态嘅损失。只要寒害还是说花苞离穗不好，初期一没有起来，就整年都是完蛋。接机的是无过，不开花不结果哦，这是咱同惊。过来就是惊台风的损失哦，风害损失。天讲好是热天啊，会冇雨水啊，当寒的时间一撑水了啊，其实会裂过。为到对抗近来见大家气候挑战，农民想象出当道方法，像係依賴安度治水，利用出四台車賣食價格，上大發出老機卡價格，按算大致會增加一半。盛花期的时候，检查请按乌阴天、落天，我们还有办法，就是人工授粉，确保它的结果率。景观超加半地，就是差不多在上面的雨伞，差不多要准备差不多6万支、7万支，差不多要100多万。照农事所統計，草船災害種類嘅前3名，分別係風采、台水、老大溫。看民國70到99年平均再損資料出地，風采草船嘅農損卡睇63.6%，平均一年損失金額50億元，而會卡睇11.68%，金額9億3000萬，大溫上會8%，金額6億4000萬。其他還包含落冰雹、做天旱兩道。農委會對民國80年開始盤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導致北控3年救助金額已經超過379億元。農委會大概每年編了大概11億左右，可是實際上以台灣發生天然災害的頻率，我們這些經費都不夠，所以每年都必須要追加相關的預算。那有時候某些年份，假如碰到那一年的天然災害比較多，頻率比較高的話，它的救助金額甚至高達40-50億。兩下嘅天災救助辦法，先係配算損失，就地方政府查報災情面積，經過再算監聽，合乎救助規定，暫未企圖現金救助，也係代理退款兩道。係那強質時期，強紅農產品是救助一百天。那只要你超越這個救助啟動的門檻，這個農民他就有資格來申請這個救助。但是除了這個當地的這個縣市的整個一個損失金額超過一個超過一個門檻以外，另外就是農民他個別這個農地上面的損失也要超過2成以上，才能夠同時符合他的一個救助的一個申請。不過因為今天嘅世界大體係種題目咗嘅來決定，冇處找所看到嘅天氣冇強弱來決定，從頭演出嘅尺度唔公道。所以你一翕相噶有的冇一幫啦，冇按用有的會多少吼，
根本要让人减嘛。可比讲来保黄甲体来讲，那个检查的人会讲说，你嘛加减互我减一个吼，减的吼2双呀3双安样的。我5甲地剩下3甲地，我剩下2甲地也不一定那样的啦。这么我讲。其实讲你有的没有很严重。都割無㗎吼，都要攀不了解個眼無入順勢到啊，割起來用目測的要嘛吼，看無按標準之講3雙2雙，我哋英米都有5、6雙到嘅，順勢睇5、6雙。假設是23或者是18，那到底有沒有超過？這個有時候會因人來看。當天然災害發生的時候，它的面積是很廣泛的。那你不可能每一塊去普查，不可能的事情。中心向香港黃金利來講，研究就會開會，首選是辦客家，香港所搶農糧署、農鬼廠、讓政府也都單位來監聽。頭一擺勘察受惠面積17%，冇達到天然災害救助標準嘅20%。高選強聽一擺監聽，強弱冇高。品種很多種嘛，哈，你應該把它的品種就把它區分開來。他們在鑑定報告的時候，把其他比較沒有受損的一起把它核算進去，核算進去之後啊，等於是沒有辦法達到2成。手機公所貴重新強專案補助嘅方式來補，用專案補助來補助我們的一個資財哦，但是用專案補助這個資財嘅補助哈，它的金額很小，你1公頃用補助賠到只6000塊呢。農民講，出現太多天災救助標準，2度嘅救助金只4個天體，冇達冇對。1公頃差不多花150萬的成本下去，你補助6萬塊錢，你看1公頃6萬塊錢，你能補什麼？不如逢台大家做到4、5成嘅好數天啊！很嚴重嘅從先，有嘅甚至於冇半點冇數啊！都補助到2萬元天，講冇得咧，得本嘅養嘅錢10年前都冇啦，冇講話嘅皮錢也得，錯冇？所以講冇話拉出錯嘅啦，只有加減嘅啊，要講冇得也咩政府開啊，天災問題啊。現金救助的主要是根據我們農作物的生產成本來定它，比如說果樹，我們目前救助的金額1公頃是9萬塊，那這樣的金額事實上跟我們整個農作物的產值是有相當的差異，要一次大幅度提高整個救助金額是有困難的。那尤其這幾年來，有時候相關的那個颱風、豪雨，那個發生的頻率或者是發生的那個激烈程度，更勝於以往。農民經常的反映就是救助的金額太少，但是呢，根據政府他對這個天災救助辦法的一個定位，它其實是提供讓農民可以在短期內有一個復耕的一個能力所需要的資金，所以他沒辦法達到完全彌補農民因為天災所帶來的損失。中美研究署講，農業係高風險嘅產業，一般來講，高風險未見過為主高收入。不過啲農業兩種顏色各唔同，所以一流利來為支持政府補助，實在政府按樣動動軍情應付，為哪兩來做面子。3年前馬英九總統那個時候有一個颱風嘛，哈，颱風，馬英九總統來到三星勘察之後，所有三星鄉全部的農作物全部補助，所以那一點是我們歷年來哈三星鄉接受補助額度最高的，所有的農作物哈總共補助3320萬左右。政府的補助呢，它經常會受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壓力，而不斷的被成為一種喊價的一個籌碼，而且農民也一直認為政府的照顧不夠，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有必要把過去這一套補助的一個做法轉換為一種機制。香港農民在連峰立項嘅48節來講中，兩下雖然科學案發談，就各種氣象資訊好參考，不過聽力氣候變遷見來見嘅啲，為求天公伯風調雨順，希望5個豐收，而從未見來見難。講到為政府來補助損失未到難，嘅農民會用嘅神咯。